來看這中環呢是爆出有警察佇咧偵辦毒品案的時，去涉嫌性侵一個未成年的查某嫌疑人。經過調查，確定是有影，因為這女方才16歲爾爾，即馬專案是照妨害性自主的罪嫌，移送中華地檢署偵辦。中華警分局一位姓吳的警察，互人指控涉嫌性侵一位16歲的女性嫌疑人。縣警局經過調查，表示雙方確實有發生性行為，專案依照妨害性自主罪嫌，移送中華地檢署偵辦。有關民眾報案稱遭員警妨害性自主案件，本分局獲報後立即主動呈報警察局查辦，並報請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。案經調查，涉案員警偵辦案件與當事人有不當行為，即依相關人事法令報請警察局予以汰除。警方表示，這位姓吳的員警在偵辦一件毒品案的時陣，涉嫌佇前方車性侵一位未成年的女性嫌疑人。方指控的警察講，因是合意的性行為，但是方性侵的女性事後去病院驗傷提告。中華警分局受理了後，隨向中華地檢署呈報，針對前方車進行採證。本局彰化分局員警於偵辦刑案期間，與當事人發生性行為，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予以免職，分局長自請處分，並追究相關人員考監不周責任。中華縣警局強調，已經甲涉案姓吳的員警記2大過免職，目前由警政署審核中。相關人員因為監督疏失，分別受到記過、懲戒處分。目前專案已經移送中華地檢署，由檢察官調查釐清真相。記者楊淑晴中華報道。